我真的没办法再跟你相处了。手受伤了，抱抱一下。不用。你不要这样嘛！我现在叫他们停止查你啊！来不及了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信任了。你不信任我，那我不要信任你啊！我怎么叫人家查你有想过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自己心知肚明哦，你不要逼我用法律途径解决哦。你有什么证据说我对不起你啊？结果，伤成这样，哇，你干嘛？痛啊！你是没被捅过的、啊？现在知道痛啊？你以为你不是小霸王啊？志飞哥，你没事吧？如果你怎么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没什么怎么办啊？你不用太担心，刚医生已经说了，这就缝一缝，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啦。哎，我打人手腕也有拐到啊，他只是包比较大包，好不好？好棒哦，好棒！那你跟隔壁那个比好了，他都脑震荡了，你要不要来一架？对不对？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死不了了。心啊。小姐，小姐，喂，不用担心啦，那个人我都带走了啊。喂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不起。你也知道你害的啊。喂喂，嗯你去请一下医生来看一下他。嗯，好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不要动，陪他去啊。我陪你去啊。你死不了吧？我等一下要他帮我擦背，帮我擦好。我帮你抽痰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怎么知道我在那？哦，其实我们是一个侦探社，我们受委托调查你老板是不是喜欢你。不是吗？你们怎么会怀疑我？其实圆圆喜欢你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的伤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有。我们要明天再来。我守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动静。不行啊，刚刚派人进去了，而且我联络过高先生，他说他太太不在家，唯一有可能就是来这里。再等一下，他等下就来。真有钱。
谁？那个你好厉害。打电话来高先生。所以你们都查到了。高先生，等一下，不管你看到什么状况，你一定要冷静。好，或许看到答案，我觉得死了这条心了。我准备好了，开吧。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不要开了！放手！证据是什么？高先生，不用证据。高太太，连拍，我去看高先生，我怕他会出事。记得拍照，记得拍照。放手！滚！哎呦，哎，高先生。高先生，自拍哥怎么办？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是他来撞我的哦，跟我没有关系哦。喂，救护车吗？我这边在国父纪念馆1号出口，这边有发生车祸，你们赶快来。服务人员小姐，你愿意让给我吗？你先不要跪了，这样距离就更远了。服务人员小姐，我知道我比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还要矮一点点。我知道我比你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还要丑一点点。可是我愿意一辈子爱你，服务人员，我要你当我老婆。我愿意。老婆，好了，再往后拉一点点。哎，对对对，手肘夹紧哦，很好。啊，就想象啊，你再去那个东山河啊，这个划船的感觉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有，好，来回去，再回来，很好。来，我再往后拉。
像在划船一样，非常好。借一步说话。怎么了？怎么啦？老婆，你刚笑得很开心呢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他去东山河啊？啊？你刚刚跟他讲话，离太近了吧？老婆，我们去那边坐一下吧。怎么了吗？老婆，我觉得你的鞋子怪怪的。怎么会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要不回家换一双啊？就换上次我给你买那一双啊，跟你今天服装比较搭哎。真的啦，我觉得你去换一双好不好？你要去哪？去上班呢。我觉得你不用上班，留在家里面就好啦。为什么？我养你啊！来，先不要上班，留家里面哈。我受够了，我要搬出去住。圆圆，不要这样子嘛，不要生气啊，圆圆，圆圆。高先生，高先生，你还好吗？1931号房的病人醒了，请医生进来一下。高先生，我怎么会变这样？别紧张，你被车撞了，只有左脚轻微骨折，然后有点轻微脑震荡而已，没什么大碍。我这边躺多久？ 2天了。哦对，我老婆呢？送你来的好像是一位先生跟小姐耶，他好像姓段的样子。是哦。高先生。高先生，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